途，有甜也有苦，有情免惊缘分薄。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虽然看无咱前途。坎坷的前路，沉重的脚步，害阮不知要如何。 心愈来愈寒，阮的梦你若知影，也袂放阮受拖磨。天地也呢大，痴心找苦报，只要你作伴。阮已经坠落你的梦，希望你会来听。 李经理啊，我感觉哦，你这几工的工课哦，小放的，陪你的避孕车哦，你家己副本咱行行的，凡说有种的心情会较好哦。李经理，你真正遐尔着急就要搬走哦？我今仔煮啊真青草呢，你要留咧食饱较走无？燕啊，谢谢。阿叫啊，我已经甲乡长讲过啊，伊无用做你。哦。给我，你去找李经理，找到伊，对伊甲我联络。来，多谢多谢。阿一伯啊，虽然我是专门监督开发拆厝起厝，但是我绝对袂为着厝拆无成，挑工塞车去工路。希望阿一伯若是有机会，向大家解说一下。
啊，这无问题。安尼就对啊，当较早大讲误会啦吼，自从阿芬啊顶届受伤了后吼，伊一直不留心来拆厝啊，啊伊唔敢拆厝呢，甲离婚才会冤家啦。啊，搁再讲啊，等于甲伊为老乌的代志啊，心肝软，看无所人啊大，唔敢拆。哎，阿秋伯啊，你算老君才对哦。哎，你两个好哦，下你来好啊考劝者吼，我相信阮已经足有同情心的。啊好，来，这。是讲你是啥？你伫迄个都市的财款头路吼，一定真艰苦的。老实甲你讲吼，较早我那是开发咧起厝的啦，啊，着时常去拄着爱含苞待放解决代志的困扰，啊，而且不时着安尼应酬，逐日着爱啉清酒。虽然有趁一寡钱啦，也毋过失去了照顾家庭的责任吼。最后，我的太太总来入去我做起来。看袂出来，像伯啊，较早嘛是伫建筑界啊。真见笑。我即摆一个查某囝伫美国咧读书啦。哦。哎，我是希望讲看会好好啊，甲栽培咧。是。但有个煞歹势，你甲讲遮。阿伯啊，摕一个空杯仔来者。好。哎，我有一杯酒伫咧。哦，对。来。阿芬啊，我有叫阿菊啊，煮一尾鱸鱼要互你食。爸，但我也袂枵啊。袂枵哦，等下先食。阿芬啊，你会忝袂？无阿爸哦陪你开讲。你哪去哭？我哪有头？自恁母啊过身了后，你拢家一个人带伫去查厝啊，也无人照顾你。我家己要照顾我家己。爸，我真珍惜阿母留我迄间厝。其实，我就想阿母你知影无？爸，你是安怎要甲迄间厝卖掉？你知影无？我的心肝头偌艰苦。拢是恁大兄，但是阿爸嘛真糊涂，才会答应伊。想袂到伊无经过你的同意，去头伫你的囡仔厝客。爸，咱会用我甲买倒转来啊？无可能，囡仔无可能去买咱，因为迄个土地哦，即摆已经起价，咱嘛买袂起。阿芬啊，阿爸真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恁阿母。爸，你莫烦恼，你家己身体嘛要照顾，我家己会想办法，我家己会想办法。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有甜也有找到你经理无？我四月拢找过啊，都是找无啊。是安怎安尼对待我咧？自从你经理对乡长因兜搬菜了后，伊就毋知去倒，连工了嘛找无。有去陪伊找无？找过啊，啊，毋过当有乡长甲因查某囝两个人伫遐汉尔，你经理哦，自迄届去了后，就毋捌阁去过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代志会变到安尼？副总，我看阿无你着先休困啊。我若是无伊的消息，我根本就困袂去。
年啊？哎，啊，你当时要转来啊？啊，你小等下吼，哈，查某囝卡转来，心情无啥物好款呢？你甲伊讲。各位我想什么代志？那你爸，我根本就无法度指挥工程的进行啊！是天灵甲迄个庄下查某囡仔一直甲我作对。好，我若是看到伊，我会叫伊打电话转去台北。我即摆连伊人伫咧倒位我拢毋知影。爸，你从天灵调转去台北好无？这个工程我一定会完成的，你相信我。我知影。好。李先生，我是感觉吼，这个社会愈来愈可怕，愈来愈虚伪啦。有一寡人哦，为着要安尼争权夺利啊，拢安尼自私自利啦。我愈来吼，愈袂惯是这款环境啦，所以我总放弃一切事业，甘愿来去我这庄脚咧，来开这面搭来咧生活。我嘛是安尼想啦，我是感觉吼，平凡吼才是真正的幸福啦。有影有影，哟，啊讲甲你讲吼，有一寡人啊是安尼，伫咧山坡地啊咧起厝啦。我是感觉，这个破坏山坡地自然的环境哦，一种的罪恶啦。好，来姐，迄个两碗蛋面，好啊两碗讲完整。好，我随来随来。啊，搁一份多少？好，我甲传一个，我随来。我会说你啦，大家听下哈。啊，秋伯的观念真正确。我咧想讲，假使吼，将来我若是甲我另结婚，别人一定会计是我完全就是为着钱，我家己一点仔自尊佮完全就是，这种日子是足无意义的。无咯，嘿，你莫人伫福中不知风诶，渔夫总对你真好呢，你一定爱啉奶啦。酒啦，酒啦，酒够过啦！我呀，我。啊，算啦，你我不食啦，你酒醉啊啦，不能转命啦。我无酒醉啦，挂酒啦。啊，这甲你就明明咧酒醉啊，你都赶紧转命啦。啥物事？啊，算啦，你酒醉冇酒醉，啊，你是安尼物件话弄落来，你也打赔哦。赔来嘛啦，袂讨钱，去找阎罗王啦。无啊，你家无酒啉，我去把位查。这个啊，真害有影。啊，我来，我这，来，开始，啊，走。啊，秋伯啊，这个损失看是偌济吼，我再甲你算就好啦。无，你想讲我未勘测了，啊，你咧当情我是无？绝对毋是啦，我是想讲，这著小啊，钱毋免你出啦，伊即摆若去做临时工，啊，伊钱就会摕来还我啦。啊，其实吼，这阿顺啊，这我真同情的啦，因为平某对人造孽，啊，所以伊即个迄个一个囡仔阿杰啊，无人照顾，啊，即马托后婚仔咧甲照顾啦。哦，伊嘛是陈小姐咧照顾，即嘛人搁咧住院咧。我甲你讲，后婚仔这个囡仔有真伟大啦，阮庄脚这个囡仔无人照顾的，还是讲这孤儿啦，还是讲士大人无闲通去照顾这个囡仔，拢伊一个人咧照顾啦。伊确实也毋是讲伊有遮尔好的功德哦，因老爸哪有迄个福气通去当选乡长，啊，你搁要甲拆做，你敢拆会落去？这两个上太贵。阿杰，啊，恁哈阿妈还袂困哈？早睡早起，精神好啊。阿姨，我妈敢袂转来，我足想伊呢。会啊，妈妈当然嘛会转来。阿杰咱若较乖吼，妈妈就会随转来看你啊。袂转来了，爸爸足歹，啉酒醉就会拍妈妈啦。讲紧啊，唔通安后白想，有老师伫个甲你保护就是共款，吼。妈妈无听我啦，才无爱我，家己走起来啦。
吉啦，想甲你讲，妈妈袂伫你啊。妈妈吼是有代志去外口办，等伊办好啊，伊就倒来看你啊，我哈。要参像阿姨迄跳舞，妈妈啦。哦，好啊，无要紧啊，你着将阿姨当做你的妈妈共款啊，吼。你通好袂醒来，紧困吼。你通好袂醒哦，吼，来，倒好来。来，倒，袂使塌被咯。小雨，你想做啥？安怎？快点把我妈妈回家弄去啊！无紧啊，你是做噩梦啊！以前的代志莫去想吼。即马阿姨，还佫有阿芬老师会照顾你，保护你，免惊迄。来，老师把我家弄掉，伊啥时阵会转啊？等老师来好吼，伊就会转来啊。我会甲老师讲吼，讲叫较紧转来，讲小玉足想伊的吼。我靠，哎呦，靠讲你心，来，紧困吼。哎，老师来开门，袂使白夹哦，哈。是啥啊？开门妈妈啦！说啥？囡仔咧困啦。开门啦！孙啊，哎，孙啊，你是要起来！你出来跟人创啊？你啉烧酒醉创啊？啊！别说啥啦！我是伊的老爸啦，我带伊买茶给他转来啦。阿孙，你较说啥啦？囡仔咧困，怎么样你拍着惊啦？我是阿家的老爸啦，我要带伊转去买饮料。啊！阿孙啊，你啉烧酒醉啊？怎？啊，我知影。你想要甲阿家来拐走是哦？无安尼简单啦，哈！阿家是我生的，我生的啦。孙啊，你啉烧酒醉啊？囡仔咧困啊，有代志明仔载再讲好，你先。阿家啦，你想啦，阿家啦，阿家啦，阿家，阿家，我来做灯啊！阿孙啊，阿家啦，你想啦，阿家啦，啥？阿孙啊，你也家囡仔拍着惊啊，你莫安尼生啦。阿家等去啊！阿家乖，阿家等去，我来来找伊。阿家，我来等啊！你免惊吼，阿姨爹，来恁去倒困吼。哎，阿杰嘞，阿杰人嘞，哈？我伫遮啦。阿杰，你免惊吼，妈妈啉酒醉啊啦。你免惊吼。爸爸甲你拍，爸爸甲你带我走。阿姨，我真想我妈妈。你免惊，我阿姨保护你吼。我袂用去大陪伊，我讲伊倒转照顾遐个囡仔。到底是要安怎？我到底是要安怎呢？我甘愿为你来吃苦，陪你行入这条路，人生的路途。副总啊，你规暝拢无困，安尼对身体唔好呢。你若是忝，你就先去好困，免管我。副总啊，我看你安尼，我哪困会去啊？我若是等无伊转来，我根本就困袂去。喂，嘿，哈？你伫工疗事务所遐？是啊，我早起来事务所才看到，啊无，请你稍等一下吼。李经理，副总讲叫你听电话呢。你甲讲我咧无用啦，打电话先去饭店找伊。安尼刚好，接一个啦。喂，
喂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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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等一下。小姐，带头麻烦一下哈。好，谢谢。啊，请问对这位是于小姐？有啥代志？啊，歹势，这位先生来找你哦。有啥代志？请问你是余雅良小姐？是。我是张国大啦。我已经等你足久啊，想讲要甲你谈上一件代志。有些事真歹势吼，阮姨夫总即马无时间，不要紧。我伊讲。余小姐，我是陈振辉的朋友啦。我想讲吼，是不是喺厝会当暂时卖拆，咱好啊谈上来解决代志，好无？我凭啥物答应你？敢讲你的面子会比你经理搁较大？伊来求我，我都无答应。余小姐，最起码我的诚心比伊较大。准若无吼，你咪等阿芬啊出现了，甲讲，我求你，拜托个好无啦？你为陈正芬求我，拜托我。张先生，就算讲你跪落来，我也袂答应。细汉，你对我讲过，自费爱负面，人情黑白，踮在一个无情现实的社会，事事着爱看详细。妈妈，你交代的话拢有听，人生的路途，阮步步小心行。妈妈，怎样你袂记对我讲，爱情的